Gallic Definer, welcome back！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在全世界各地的文化传说中，都会有一种像龙一样的神秘生物？那么在上几期视频中，我们大家一起了解了在毛利传说中这样的神奇生物，名字叫塔尼法。那么这期视频我们不讲塔尼法，我们来换个角度，从中国文化出发，来聊聊龙这种神奇的生物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上是怎样的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与西方文化中邪恶贪婪便会喷火的邪恶龙的形象截然不同，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龙，它们往往是祥瑞的象征，也是守护者的形象，并且中国龙的形象非常复杂，它结合了不同的生物，它有鹿的角、狮子的毛发、鹰的爪子、蛇的身体以及鱼的鳞片。可以这样说，中国人的想象中可以把所有自然界中灵动、威严、敏捷的动物所有的特质集为一身，合成了龙的形象。作为中国人，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，我们是龙的传人。那么在这句话中，龙到底是什么？它又代表了什么呢？其实龙最早作为图腾，代表着祖先的灵魂和守护的象征。早在距今大概6、7千年前，在中国的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挖掘出了一条完整的中华第一龙。它并不是生物的骨架，而是一片用蚌壳摆成的图腾，大概长有20多米。而在河南濮阳，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个更早的龙的形象，它就是一个用兽骨拼成的龙。令人震撼的是，和它在同一遗址的人类墓葬与它并列出现，就是说从新石器时代开始，龙已经作为某种神圣的象征，陪伴着人类，守护着灵魂。这也说明龙并不是人们凭空想象出来的怪兽，而是一种连接天地生死祖灵的图腾符号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再到后来，龙的形象变成了帝王之象，它代表了一种文化身份的象征。在传说中，龙可以兴风作雨，正因为它的不可预测，它能惩恶扬善，也可以守护国泰民安。就像前几期视频中我们讲的毛利文化中的塔尼法，他们也是默默地守护着一片水土，不轻易现身。只有当人们越界或者是破坏自然、打破 tapu 的时候，塔尼法才会以某种形式来警戒人类。这种神明或灵体与人类达成契约，守护一方水土或者是一个家族的人，和中国的真龙天子护佑四方的精神内核高度一致。无论是中国神话中的龙，或是毛利神话中的塔尼法，他们都是有亦正亦邪的两面性。他们不是天使，更不是恶魔，而是一种自然之力的体现。在古代传说中，中国的龙掌管风雨、水域和雷电，龙王可以引来暴风雨，也可以控制下雨量，使村子附近干旱。同样，塔尼法也可能掀翻航行人的船只，同样也会引领森林中迷途的人找到回家的路。虽然我们经常说龙是吉祥之物，其实是一种带有敬畏的赞美，它们并不只是温顺的守护者，守护的前提是人类遵循自然法则，敬畏祖灵，知晓边界。在中国民间文化中，许多村落会供奉龙王庙，来祈求风调雨顺。龙王不仅仅是神的形象，更像是一种地脉，一种守护神，守护着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。这和毛利人对山川河流中的神灵认知如出一辙。比如每一条河流阿瓦都被赋予了灵魂守护的塔尼法，人们通过 Karakia 也就是祝祷词来与塔尼法进行交流。人类敬畏自然，自然守护人类。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并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我们下期见，Kaki Deano。